密集賽程。港隊自1958年嗰屆之後都未試過突破分組賽，咁上屆攞到1勝1和1負，已經係近年最好嘅成績。教練曾偉忠就期望延續東亞運嘅氣勢。喺賽前我哋都同球員講，雖然我哋攞到東亞杯嘅冠軍，創造咗傳奇一刻，我哋好相信嗰一刻唔係只係嗰一刻。香港攞到呢重要3分之後，出線形勢好樂觀。佢哋嘅目標係擊敗同組較弱嘅孟加拉，以首名出線。分組賽頭2名直入16強，另外有4支成績較好嘅第4。好快爛撚你！無線電視記者劉顯輝喺廣州報導。妹唔好嗌我妹。菲律賓強制出國打工嘅國民要先由僱主或者中介公司喺菲律賓買一份嘅勞工保險先可以出境。兩年合約保費係144美元，折合1100港元。本港有外傭代理話，好多詳情都係唔清晰，暫時停止處理所有嘅菲傭合約。而家請一個菲傭嚟香港，僱主先要俾中介費、入境處簽證費、驗身開支、單程機票同埋勞工保險等等，加埋一齊差唔多要俾成3600蚊，將來可能仲要俾多大約1100蚊。菲律賓政府上星期公布新嘅政策，所有經中介公司請嘅菲傭都要出示當地保險業工會認可嘅勞工保險保單，並且列明費用係要由僱主或者中介公司支付，唔可以由外傭承擔。有關嘅保險必須要向菲律賓3間指定嘅保險公司購買。新政策原本話月中先至實施，但係尋日突然提早上馬。有外傭公司話幾千宗菲傭出境手續已經即時叫停。呢份保險咧係非常之唔清晰，所以喺咁唔清晰之下咧，我哋就唔可以叫個僱主，你俾144蚊美金我同你買啦，唔可以咯。工人突然間有突發事故唔嚟得香港嘅話，你啲錢可唔可以退咧？唔知。僱傭公司話，據佢哋了解，而家喺香港做嘢嘅菲傭唔會受新政策影響。有市民話可能唔再請菲傭。其實請日傭都唔定㗎。如果